爆兆尊仲有個揼骨女友長嫂平車厘子，傻監戇啊！唔需要證明母親一定啱嘅。冇錯，大部分情況都係啱嘅。不過呢，講到阿仔女朋友方面，阿媽嘅說話又係咪金科玉律呢？此前靈王新馬師生大仔鄧兆尊，鑽石王老五一名。嗱，佢身邊呢有2個女朋友。舊年11月，長嫂就忽然開記招數仔仔嘅戀事。鄧兆尊唔知有幾多隻貓？你自己養自己養唔起啦。仲有3個女朋友。有一個好耐嘅啦，叫卡文，喺地上住嗰個卡文啦。仲有一個叫做以前安德尊嗰個助手車厘子啊，係嗰隻傻鳩戇嘅。仲有一個係邊個啊？車厘子。嗰就係揼骨嘅嗰個，揼骨場咁啊，揼一揼骨咁揼到。揼骨場揼翻屋企個，即係唔使下去骨場啊嘛，只要慳時間你慳腳嚟㗎，唔使落下。就係咁，鄧兆尊嘅戀事完全被爆晒出嚟。至於真唔真咯，你哋自己諗諗。